咁樣嘅樓價佢，你叫佢係改善產品啊？你接受得了嗎？石奇首個第4代產品優缺點全面分析啊，認真睇下，可以接受嘅馬上私信我啊，因為依家做緊個誠意登記活動啊，好有額外折扣喎。畢竟120%、130%得房率，還是蠻香的。對馬路就係旗江實驗小學，初中都係石岐中學，目送式嘅翻學放學啊，聽到課後廣播就開始拎啲飯菜出嚟啦。小朋友翻到嚟都唔使叮熱啦，咁優質嘅地段，喂，我覺得唔需要再做過多嘅介紹啩。佢就算賣毛坯，就算賣樓梯樓，我相信佢都可以賣爆啊。但係如果你喺中山，你萬幾蚊買個毛坯或者樓梯樓，又好似好唔實際咯。而1萬出頭，我覺得就差唔多噶啦。但問題嚟啦，1萬出頭就唔符合而家止跌回穩嘅方向噶咯。而且呢個板塊單面積一直都係單價2萬幾噶咯。所以話呢個板塊佢唔需要走量，走量係城區外嘅所有板塊啊。例如最近降價最犀利嘅博愛七路啦，即係開發區嗰段啦，三坦片區啦，仲有北邊嗰啲啦。城區主要任務係穩房價。點樣揾啊？咪拉到2字頭啦，拉到2字頭咁，其他地方你點樣走量，點樣8字頭，點樣1萬出頭單價冇所謂㗎，有2字頭拉翻起身啊嘛。雖然話見面係2字頭單價，但套內單價1萬5起步喎。咁呢個又確實係大家想見到個1字頭上車優質書包城區板塊咁樣嘅方向喎，所以先有所謂嘅第4代住宅推出啊。因為佢嘅出現啊，就完全解決咗當前嘅任務，擴大內需。咁擴大內需之前要做咩啊？製造需求啊！我視頻成日講啊，我直播都講噶啦。你冇需求，使咩睇佢啫？而家第4代住宅喎，而家送大露台喎，而家套內單價1萬幾蚊上車城區喎，9年優質書包喎，但係，認真睇下先，千祈唔好俾呢啲數據呃到佢。佢究竟係咪你嘅需求呢？嗱，我哋航拍可以睇到啊，再見就係中間戶型啊，169方4房2廳4衛，靠近翻星匯豪庭嘅就係139方嘅4房2廳3衛啊。佢咁起其實有原因㗎，因為如果先起先賣最東邊啊，咁後邊所有戶型我講嘅所有樓棟啊，採光體驗感一定係一般般㗎。我哋用地圖測量到地塊中間長度係240米，咁項目產品就係點狀式嘅排列佈局啊，中間排就4棟木，最前排空間我哋忽略不計，每個戶型從露台到電梯入戶員關呢個位置咧，我當你10米，再拉平均樓間距大概就50米左右嘅啫。嗱，如果減去最前面嗰塊空地，其實佢樓間距係少於50米㗎。但我哋先用50米推算啦，按翻中山東至日太陽高度角嚟講咧，40幾度嘅，而夏至日正午北邊都會有採光啊，因為佢大於90度啊，所以可以講係接近垂直㗎。垂直嘅情況可能冇陽台嘅位置咧，採光還可以嘅。但係大露台下邊嗰間房咧，採光一定差，因為大露台往外延伸3米幾。而我講嘅採光咧，唔係話你唔需要開燈喎，我講係太陽可以曬到入屋喎。咁當然北邊嚟講就冇問題啦，除非最大面積嗰個咧，因為最大面積嘅北邊咧會有個陽台喺度㗎。而呢個係夏至日，我哋講下冬至日啊。咁唔計最北邊3棟情況啊，前面所有樓棟我當佢層高3米2啊，加埋樓板啊，我當你都係16層高啊，我當你1樓都係3米2啦嚇，簡單啲計咁總層高有52米嘅喎。假設樓間距係50米，咁即使冬季嚟講佢低層採光，正常嚟講都係冇問題嘅。但係我哋忽略咗一個問題，從航拍可以睇到點狀式排列佈局啊。按照翻項目資料介紹咧，169方嘅客廳開間係8米嘅，169方同埋139方主人房嘅樓間距大概就係相距2個客廳嘅長度㗎咋，即係話16米左右。咁你對於呢個私密性有冇要求啊？你會唔會覺得尷尬？改善型嘅喎。而另外我頭先都講咗點狀式排列佈局，最東邊139方如果佢先起咧，可以咁講，按照翻139方同埋169方咁近嘅距離去對比，唔好講主人房私密性啦，就單單講169方同139方嘅前排東南嘅樓距啊，都唔足40米嘅情況下，佢哋個採光一定會受到影響啦。所以景觀台採光最好嘅，無非就係最前面2排嘅139方，最北邊2排並排高層嘅117方，同埋最靠近旗江實驗小學嘅嗰邊嘅139方。但其中一個問題就係靠近旗江實驗小學嘅139方咧，佢前面對翻出咧，有部分係隧道嘅出口嚟㗎，咁可能會一定嘅噪音影響到。買佢啊，你就希望下呢邊就比較難發展起身啦，畢竟發展起身可能佢真係車多。如果係車多你就煩啦。不過旗江新城發展到再講啦。而其他位置咧，唔係話唔買得，即係採光差少少啫。畢竟我哋講緊嘅係第4代住宅，講緊嘅係82到83嘅得房率喎。我哋唔考慮呢缺點，其實呢個產品都係好正㗎。咁講完缺點，我哋都要睇下優點嘅。咁產品就唔使再介紹啦，都係雲介紹嚟嘅，直接就睇翻我前面2期視頻就得㗎啦。項目就位於石岐總部經濟區，過馬路就係旗江實驗小學，初中就石岐中學，南邊有鳳鳴湖公園。雖然個公園唔大，但係都好多人去散步。
都算一個休閒配套啦。而且項目距離呢個萬象匯啦、富日城啦、石岐大信啦、星河商圈啦、山姆啊，開車都15分鐘內可以去到嘅。而另外一個配套咧就係其他城市嘅保值硬件嚟嘅，就係1公里範圍內咧有2個地鐵站啊，直線距離最近嗰個都400米嘅。不過遺憾就在於咧，我認為呢個對你作用不大，同其他城市完全唔同嘅。因為咧呢個雙地鐵又如何啫？同一條線嚟嘅，唔似得其他城市啊，你可能嗰個地鐵站係一條線，另外一個地鐵站又另外一條線，咁先叫方便噶嘛。而且你而家搭地鐵去得邊度？最多去萬象匯咯、教育廣場咯，仲有太陽城嘅火炬咯，去行街去食嘢嘅咋，意義不大嘅咋。咁啊，可能真係等到佢有意義咧，就等到你小朋友長大之後個作用會大啲。畢竟我白天去省城上班，咁我晚黑落班嘅時候，加完班嘅時候咧，咁我翻中山飲啖湯都方便啊嘛。而且我講緊係幾十年之後嘅嘢喎，因為依家咧你已經對學校有呢個需求，你唔係嗰種咧搭地鐵去馬鞍島去廣州上班嘅人。我相信你有穩定嘅工作，而且你可以接受到咁高房價，你收入同埋工作都好穩定嘅。好啦，想了解其他項目嘅評論區留言啦，關注我，留意下一期。嗱，關注我啦！